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赛紧、裤大拍死角。巴肚当地加滚，大便强要拼出来啊！打这裤大绑一个透袂开啦。早前的衫裤无像即句遮利便。伫批大即落物件还未普遍之前，不爱互裤落来的办法，就是甲裤大绑好红，但不时拢会无细字，甲裤大拍死角。过年喜困，规家口仔要来去日本游览，也知影讲要到机场的时，小妹才讲伊的护照无查到，怎赶紧叫运将甲载倒去摕。大家是替伊紧张甲，烦恼伊赶袂赴班机，好佳在落尾有赶到位，若无即边的游览就好有去啊。所以即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讲，当地要紧的时阵，煞来出状况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